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1月26、正月初5下晡新闻，我是尊晓。咱先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前副总统陈建仁确定接行政院长、副院长可能是郑文灿来做，林佑昌可能接内政部长。本年轮杯甲2轮加风镜头，落水溪涂沙甲做风杯刷，害空气品质到红色警戒，民众也拢唔敢出门。欧洲议会委员会通过晶片法，要开始晶片外交，而且也甲台湾列入去合作对象。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新的人事。前副总统陈建仁答应要接行政院长，目前风声桃园市长郑文灿要接副院长，前基隆市长林佑昌要做内政部长，交通部长由王国材继续做，林佳龙可能会接总统府的秘书长，那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团购会和外交部长吴钊燮来交换官位。26早起，前副总统陈建仁坐车，方看到这里总统官舍，对点头接近新国会。总统蔡英文下伫日起正式向民众公布。那陈建仁新内阁布局聚焦3大方向：年轻化、增加女性雇员、有地方执政也是民意经验人选。目前铺就台面的内阁名单，亲像符合这个大方向。包括副议长团出内定前桃市长郑文灿，前基隆市长林佑昌接任内政部长，交通部长王国材加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干拢留任，内政部次长陈宗干是转任行政院发言人，卫福部长许水源可能自任。另外，林佳龙方点名接任总统府秘书长，蔡总统会二度丁选议员。这对于回应民众内阁必须要年轻化，以及尽量的增加女性阁员的部分，我相信陈建仁院长是可以努力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两岸关系不安，牵动美中台3方关系。外交部长吴钊燮进台，面对中共对台外交打压，台湾陷入断交危机。传出驻美代表萧美琴会接任外交部长，甲吴钊燮互换职务。美国媒体《纽约时报》讲，萧美琴是华府上有影响力的大使之一。那接任部长，方看好有希望深化台美关系。那萧美琴大使呢，是近年来驻美大使里面表现最杰出的，在国际之间，在华府都颇负盛名。所以呢，他不管担任大使，或他的下一步会有怎么样的一个进一步的舞台跟战斗位置，我相信都会是一个绝佳的人选。吴钊燮他任内已经断了6个国家的邦交了，我觉得他不合适再当外交部长。那是不是要跟萧美琴对调？我们没有意见。另外，台湾农渔产品和中共禁止进口，国内物价阁降袂落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方加做是大家批评的对象。传出可能是留任，引起国民党的不满，指控陈吉仲这一盒野钱已经无适任啊。詹明忠认为新内阁名单是换汤无换药。立委洪明凯提醒新内阁要注重治安、治安、人心安。民众党单期落实烦恼，出现强兵逐将的问题，可见陈建仁的领导能力。记者综合报道。陈建仁确定接这个行政院长，现任的副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到家己发红包，互问到这件代志，伊是无回应。那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德，伊是祝福陈建仁，讲会用在野党来严格监督。内阁嘉义关水上乡考得四分福地，过年初5，赖清德行程满满，一路为嘉义分甲彰化。第一站庙方就祝伊步步高升到总统大位，毋过伊敢若微微笑，无讲啥物。5点到7点中间的卯时，就是日头要爬起来的时阵。就是充满希望的时阵啦。前副总统陈建仁将要接下行政院长，总统府证实25号下晡，总统已经甲赖清德讲这件代志，毋过知是伊互问到，也是无回应。蔡总统争取内阁人选，有先跟你讨论吗？好，谢谢哦，谢谢哦。谢谢这边啊。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嘛，伫个年初5来到台南分发财金，访问到陈建仁要做行政院长的代志，伊讲祝福。上来认真做，我们做在野党会严格监督嘛，3个月后再看
成绩怎么样啊？在这个现阶段不必给太多的揣测。伊讲陈建仁还未就任，无法度评论，预计爱2个月到3个月才能看出好歹。不过在野党一定会严格来监督，嘛希望因就任了后会当认真做。记者王刘婷、柯正俊嘉义台南报道。今日是正月初5，迎财神，天气是袂歹，有小可回温。不过明仔载阁有寒流要来，连续3日拢真寒。也那交通的部分，国道是开始出现上北的车流，其中这个国道5号恐惊会塞到半暝12点。面的话，差不多10点20开始塞。警方提出交通疏卡笋控制好势，引导车辆透早国道5号上北的起落车道，排甲真长，晚中到北返车流量更较大。宜兰到平南之间，几下的路段出现时速不到10公里的紫色路况。高公局预告，车流会继续到半暝12点。另外，西部国道下昼以后也有大量的北返车流继续到暗时啊。在西部国道部分，南区北返的拥人建议您在早上9点前上路；中区的拥人建议您在中午12点前北返，或可延后至初7、初8再出发。在国5的部分，建议您在早上9点前就进入国道5号。正月初5，透早各地气温尤为偏低。宜兰太平山新田游乐区低温来到-3度，虽然水汽不足，无预期会落雪，也毋过园区也是出现结霜甲雾凇的美景，游客赶紧翕相留念。气象局提醒，正月初5各地天气低渐回温，也毋过初6阁有寒流报道。一路会影响到休假日。最低温的时间点大概是落在28号的清晨跟29号的清晨，也预估温度最低温中部以北宜兰大约是8到9度，其他地方大约是10到11度。另外，1月30开工迄一天，日时也起寒流渐渐减少，各地气温会渐渐回升，也毋过透早气温犹原偏低，提醒民众登去工作会要注意日暝温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市有一间客家早暝爆炸，意思是烧水器上旧，地书这个假使漏泄，家己一个人大的95岁厝主烧烫伤是真严重，厝边也互병着，加强6个人着伤，10几间厝算断去。怎样？民家厝的火势一直拿出来，消防人员有水线来灌救，甲受伤的民众甲扛起哩软床顶悬，甲送到病院急救。宜兰市东港路有一搭民家厝昨暝发生假使爆炸，95岁姓温的厝主伊家己住，伤势真严重，规分数有2级烧伤，甲送医了后，佫送去台北荣总来救治，即摆还佫咧急救。那有可能是他的那个管线泄漏，造成的气爆。消防人员26早起转去起爆的现场做调查，认为讲这个导火的所在是伫1楼的瓦斯的管线，初步研究应该是这热水器的管线上漏，地输瓦斯漏出去来引起爆炸。受到爆炸影响，门变形关袂起来，连壁嘛闭开。有袂少民众透早5起来清理，会顺领迄当阵讲到心内还佫会喘。刚坐下来就砰！这就惊的无？好恐怖哦！啊，皮皮臭。我儿子是稍微轻伤啦，因为后脑这边大概缝1针而已，老婆就大概缝了11针啦。受到影响姓詹的民众因住伫爆炸的后壁，爆炸了后，伊甲因某含因囝拢受伤，天10外尖。这边爆炸拢总致使6个人受伤，10外户受到影响。姓温的厝主伊伤势正严重，伊的厝规个拢废弃，家具嘛拢喷出来。起爆的原因还佫要详细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受东北季风的影响，这个云林轮杯甲二轮对24开始透强风，加热水溪的土沙佮有石头拢架起来，变做风背沙真严重，害空气品质达到红色警戒，民众拢是唔敢出门。天顶一片云蓬蓬，能见度大约只有眼前几公尺，飞沙走石的景象，看起来是非常惊人。正是落水溪的河床，24号寒流报道，东北季风嘛对你增强，溪床顶悬的土石被扣起来，就参照沙尘暴侵袭以来，认为伫落水溪畔的云林轮背甲二轮是受到沙尘的困扰。当地居民表示，旧伫过年这几天啊，会使讲拢唔敢出门。这拢粉的嘛？哦，足高呢。啊，这是坑几工尔？2工尔，啊，今仔日算第3工啊。
初五这天风势有较缓和，会使讲家家户户拢伫洗车，更帮搞到一顶营业是无稀罕，就连车内底椅啊嘛拢是，而住家内底是搁较严重，家具拢被营业砍掉的。足用的就对啊。哦，啊你讲头仔门甲门拢是刷的哦？系啊，含你头仔门拢关咗条，内底嘛拢搁贵的，防水刷嘛是拢搁贵啊。云林县环保局表示，营业上严重的区域，就伫落水溪河床边的2轮清洁队、杨县川堤防附近，由于东北季风真强，空气品质嘛达到红色警戒。轮备测站测的这个 AQI 值那在121受到东北季风的一个影响，那风速强劲，所以说造成一些悬浮微粒，它浓度会比较偏高。港府表示，除了通知相关的单位启动应变措施，嘛要求周边的沙石业者将物料加挂，嘛会加强路边的压水，甲防止营业的作业，希望会使将影响降到上低。记者云林采访报道。来看后明通过晶片法草案甲修正案，要开始晶片外交，而且真罕见甲台湾列入去合作的对象。专家表示，这是后明为着处理欠晶片的问题，毋是真正要甲台湾深化外交关系。有专家讲，安尼会使避免中国用晶片科技来影响其他国家。欧洲议会产业甲能源委员会24表决通过欧明晶片法草案，还有修正案，要求欧明展开晶片外交。其中修正案还佫真罕见，甲这个第三国合作明确纳入台湾。专家分析讲，上尾的版本还未确定，不预告。假使讲修正案若是会当保留通过，对台湾半导体产业会有正面的影响。不过爱冷静来对待。未来我们会期待台欧盟会在外交关系上有所升级，好，但是呢，我们也必须了解到，这个升级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针对晶片短缺的处理管道，并不是台欧盟关系全面的升级。专家讲，台湾半导体产业以代工为主，利益甲客户一致。以台积电来讲，先进制程拢留伫台湾，各国客户嘛讲会当来分散风险。加上台积电是以服务客户来做海外布局，草案若是有正式通过，安尼会当来降低台积电去欧洲投资的成本。嘛有专家对这个战略的角度来甲分析，台欧明强化晶片合作，会当来避免亲像中国这款的所谓威权的输出。未来就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晶片除了是价格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安全价值，特别是对于文明安全的这个保护。避免中共这种数位威权的输出，来保护我们数位民主的这个正当的使用。专家嘛讲，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制程真转手，不过这个基台和部分材料拢是对欧洲、日本来的。假使讲未来会当来深化合作，加强互信，安尼望会当来带动政治安全、经济循环的良性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德国小联社宣布讲要提供先进的战车给乌克兰，这也代表北约组织介入这场战争的程度是愈来愈深。罗西亚就谴责欧美根本就是咧起无空。美国总统拜登25号宣布讲要提供31台价值4亿美金 M1 艾布兰的战车给乌克兰，协助基辅来抵抗俄罗斯的入侵。强拄强是伫个华府公布这项消息进前几个点钟，德国总理肖兹嘛宣布讲要提供14台8型主力战车给乌克兰，并且用其他国家会当甲手头这款8型的战车让乌克兰。The United States has worked in lockstep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sure the Ukrainian people are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position to defend their nation, their families, and against the truly brutal aggression of Russia. I haven't seen the likes of this in a long tim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fully united. 乌克兰一直使用前苏联时代战车，因为战争来到第2年，乌克兰望讲会当来收复失地，而且办配讲俄罗斯要伫春天时阵发动新一波攻击。伫过去几个月来，几乎一直来游说西方盟国，望讲会当来得到先进主力的战车。对这件代志，拜登政府一直是以M1这款战车重缓无好运送，维修伤过头贵，还有乌克兰部队无能力来操作做理由来甲拒绝。德国是烦恼讲安尼，互俄罗斯的局势清悬，致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入冲突，唔敢做决定。Yeah, certainly Ukraine needs all of the heavy armor it can get.
The number of tanks the U.S. is committed to sending isn't large enough to make a huge difference on the battlefield. In all likelihood, this was the price of getting the Germans to agree to send much larger numbers of a comparably effective vehicle, the Leopard 2. So this is probably as much politics as battlefield combat effectiveness. 华府甲柏林态度转变，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讲，自由世界还有捌遮尔团结着，这是打向胜利的重要脚步。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发言人是谴责讲，这款的是气压压咧呛赌，并且表示讲，所有外援的战车会亲像进前的武器共款，会规个甲击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今年是兔仔年，兔仔是咱时常看到的动物。不过你敢知影，毋那伫陆地有会走会跳的兔仔，伫海底也有一款生物，就叫做海兔。即马就随带你来看卖啊！你看它好像一个在吸东西一样，把那个海菜把它吸进去。今年兔年除了地面有兔仔，其实海底嘛有，身躯软软，头顶阁有两只手，这就是海中的海兔，属于海豚家族。春季，像藻类很茂盛的时候呢，如果大家到潮间带的地方，其实就可以看，蛮有高几率可以看到它们的，是在春季到夏季之前这段时间，比较容易看到它们。海科馆表示，海兔甲兔仔同款拢食菜，以海菜为主，身躯大约是6至20公分，上长有30公分。伫北海岸的海平看会到，不过嘛爱提醒民众，若看到莫去摸。因为它行动很缓慢，身体也很柔软，所以他们要保护自己的时候呢，其实他们也是打化学战的方式，就排出紫色或白色的有毒液体这样子。因为他们很喜欢看动物，对，所以就带他们来这里。因为他本来就对这个馆他就很有憧憬，所以我们带他来这边玩这样子。海科馆表示，伫年节期间来遮参观的人数比通常假日加要2成。好天的时，人潮搁较济，到初八拢会有活动，甲民众做伙过春节。记者调不离开家人采访报道。有真侪人饲狗仔、猫仔，毋是甲因当作宠物尔，嘛甲因看作是亲人共款，咧合适安怎和因沟通？有一间公司就研发出一款产品，互狗仔用饲的，就会使向因的主人来表达想法。另外，也有公司发明机器狗仔，互对猫过敏或者是无法度饲动物的人，也会使有宠物来陪伴。轻轻拍机器狗的头，尾度又甲正紧甲发光，司机的反应甲真正动物共款。由香港7头名商设计的新产品机器狗独椅，无偌久之前伫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性电子展内底出来，不只是动作流利，甲人类互动也真趣味。Turn on the dog through its tail. It will tell you what you need. So it talks with its tail through a POV. So first you will touch the dog's nose to reveal its eye shape and then its colors. So first, once you reveal the eye shapes, the tail will then tell you to play with its toy. 每一只机器狗拢用照无共款的系统设定，独自发展出家己的个性特色。消费者照手机连线操作，等使用声控或者是用卡的，互机器狗接受指令。There were 35 million varieties, and it'll then mint. So the eye color, the paw color, and the tail color will then reveal itself. When you lift the dog, its personality will be revealed. So the chest will change a color, as well as it will reveal its bark. 机器狗是有电子设备来操控，不过真正宠物想要甲人类沟通就无这么简单咯。亲像这只狗仔达奇，即马是要甲业主人讲话，不过因并无凊彩叫，是指头前的讲话设备要传送信息给对方。So starting with words that they already know, and then associating them with things that happen in your life normally. So when you go on a WALK, you press the button for walk and you head out the door. 科技新创公司发行的这个套件，每组$35，用帮助宠物甲主人透过智慧型手机沟通。主人用伫个套件当中自由决定要设定什么款的字句来甲宠物互动。虽然大部分的主人拢认为家己已经真了解宠物咯，不过煞伫透过科技产品甲宠物讲话了后，有新的发现。公司新闻杨干编译。伫现代社会，这个原住民泰雅族的织布的文化渐渐失传去啊。不过，伫南澳有一位织女，毋但研究织布的技术，甚至保育这个地啊做线的原料，希望甲泰雅上原初的传统文化会当继续传承落去。
南澳的台亚族人必须以正做织女真公平，伊毋若向老大人学编织技术，甚至建立园区保育原生种图画来家己制作一线。以前驻麻园我们不会特别给他一个好的地，它大概都是在可能小米田或者是主要的粮食作物的边边。那其实我跟老人的学习，我说亚大，要不要去给他施肥？好，要不要去洒水？不用，这样都不用。对，但是亚大说你要去跟他聊天。因为现代真侪织布机艺拢靠要合成织线，失去制作线的能力，织女无属于家己的线。你说织编织，我们现在其实可以买很多那个工厂线很快编的动作，那我觉得其实意义不大，因为你没有连接于这块土地啊。那你没有连接于这块土地，你是很容易被取代的。伊开设种图画、甲抽丝制线的课程，希望有心加做台亚织女的学员，拢有为制线甲编织的完整能力。我学会织布这件事情，然后再隔了1年，然后再回来学制线。那时候看到那个苎麻线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惊为天人！我就觉得怎么线可以这么漂亮。伫南澳山区一栋传统台亚厝内，一群走找传统的人，过来编织台亚织女的梦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出名的雕刻大师郭清志，伊今年已经80多岁啊，是台湾战后头一代嘅本土雕刻师。伊对石雕开始刻，伊的创作影响真侪后辈。即马伫台北国父纪念馆也当咧展出伊的作品，咱做伙来看。伊白铁仔骨大粒石头创作的重量级作品，今年80多岁郭清志，过去对无人接触的石雕开始，互人称作是台湾战后的石雕开拓者。后来发现台湾没有人做石雕，没有石雕的雕塑史，本身就是一个缺陷。所以我认为我现在该去做现代石雕，所以我去做。郭清志表示，国外美术史对埃及、希腊开始以石雕为主，伊认为台湾袂当无，所以对石头开始做原创性的雕塑，创作前期拢会研究造型、材料，用要20档才做出符合美材的作品。像以花岗石结合白铁仔，正品伫日本的宝锁之门，就是伊的出名作品之一。我一直想说，怎么样用一种科学材质，像不锈钢这种东西，跟自然材质，像石头这种东西，能够合起来作为一件作品。假如放大成这个的5倍高、8倍高，它又放在一个大草原里面，那你效果就出来了。它是丝法材料，它在它所经历过的材料上面，它都做了很专业深刻的琢磨，使得一件作品本来可能就是2个材料的结合，产生出更多的视觉上面的层次。郭清志1939年伫台中大家出世，得过全省美展、全国美展等等的雕塑首奖。作品以人为主，透过具象的理念、制作空间甲环境的关系，嘛影响侪学雕塑的后辈。伊的创作品嘛是台湾现代雕塑发展的缩影。那不但重量大，而且分量很重。郭老师一生大概超过60个年头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历程呢，把重要的展览的作品呢都能够带到世人面前。这届伫国父纪念馆特别举办郭清志的地展，总共展出48件的作品，会展到过年后，民众嘛通透过虚实影像的投影，感受大型作品伫后挂的壮观。记者电话里台北仓报道。提醒观众朋友，今日虽然有回温，明仔载有寒流要来咯。连续3日拢是真寒，影响到过完年。下播报天气变化，咱来看详细资料。吉人到新竹是14度到19度，苗栗到云林是14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是17度到25度，宜
宜兰花莲台东是17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是11度到16度。刷落来，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公视第几台下晡新闻》，我是朱英晓，明仔载下晡3点，咱个再会。